日本富士山昨正式落初关雪，创下130年以来拖到11月上晚底白无的一年。标准三角形的火山形势真水，山头看白色富士山是日本重要的国家代表之一。今年说予各界是等甲真苦，操管社到底当时下倒？高府地方气象台初七公布讲，西内啊，暴雪是轻轻啊砍伫火山口的石窟地啊。今年的操管社是对130当前开始观测以来上慢落的一摆。地球規模の気候変動が起こっている中では非常に意味のある記録だろ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海拔伫3776公尺的富士山，平均时间是伫10月初2就会开始落草冠雪，这摆是比平均晚36天，嘛是第一摆一直到11月才降雪。气象预报员讲，较早富士山10月平均的温度是-4.2度，但今年却高达1.6度。3.6度も高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んですね。いかに気温が10月高かったかっていうのがこの気温からも見て取れると思います。外電报道，日本今年是经过上热的热天，7月份的气温是一直起到37度，47个县内面有37个是发布着山警报。欧明哥明年气候变迁服务中心测量讲，2024有可能变作有史以来上热的一年，而且阁是第一个突破升温摄氏1.5度的年份。记者综合报道。